100年前，互日本人管理的台湾，有一寡人是想要学甲日本同款，所以因开始思考安怎互台湾搁较现代化。迄个时阵，台北上界闹这个太平町，就是现在的大稻埕，也开始这个影响台湾100年的现代化运动。1921年，台湾文化协会成立，这是台湾本岛头一个咧宣传现代思想的团体。伊的本部就设咧渭水先生的台湾病院，真侪反对日本殖民统治的团体拢设咧遮。伊的病房就是伊的同志免费旅馆，要食饭啥，拢是同志排头一轮，厝的人甲第2轮啦。为水先生认为讲，东亚的这民族拢要团结起来，文化拢提悬，日本甲中国无战争，所以台湾人手摕到世界和平第一关的锁匙。100年前，伫咧大稻埕的这群台湾人，因想要甲外口无共款的世界甲文化，展现互搁较侪台湾人看。就因为安尼，也互台湾人看到家己伫咧世界应该有的地位。到底这个100年前的台湾文化协会是在做啥物？短短10年，除了文化、艺术、教育甲社会运动，也阁有头一届甲台湾看做一个主体，呼吁咱台湾人爱团结的台湾爱团结，团结正有力以外，到底1921年成立的台湾文化协会对台湾有啥物款的影响力？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是台湾款，我是嘉豪。咱头拄只所听到的歌曲内面有一句讲：可免黄白起战争，世界就和平。这句话是咱文化协会所成立的这会馆的歌词。迄个时阵呢，唔但将咱民众心肝内激动全部激出来，也搁这民族寄望，甚至是替咱的民众拍开因的脑袋，甲世界也搁台湾这两种概念接起来。论这个想起来，伫咧100年前的台湾文化协会，甲咱目前所追求这反战一个和平理念是真相外的。咱台湾人正做世界一份子，伫咧100年前，有这个高人替咱操心背北。这历史内容，今仔日邀请2位内行人要来甲咱分享。头一位要邀请的就是咱中兴大学台文所的廖振甫教授，教授你好。大家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另外一位呢，要来欢迎的，这就是爱叫这蒋渭水先生，叫伯公的，也就是咱的蒋渭水基金会副执行长蒋理勇老师来到现场，欢迎老师。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咱一开始啊，咱先来看这张相片。老师其实你看这人坐遮多啊，因穿这个衫长衫马褂是即古早版的，但是因穿这古早版的这个形体，其实因头壳有缀着一寡真无共款的思想。这是往前30年，1910年梁启超，中国近代史一个真重要人物哈。梁启超来台湾接受，伊是林献堂邀请伊到台湾访问的，伫台中公园的一张合照。大家做阵翕相。大家看会出来，这张相片真趣味，是讲，咱头拄咧讲文化协会应该是真新的一个传统思想，穿的应该是西米露啊、西装啊，那会拢一大群人，大部分虽然冇人穿西装啦，大部分的人拢穿传统迄种长袍马褂长袍马褂。这个梁启超来台湾访问这件代志上重要，伫政治意义上是伊甲林献堂这个较传统的文人这个世代。甲因讲一个观念，讲恁袂用干一世人做这传统文人，干那都要写诗、写文章。恁爱想读一寡有路用的册，做一寡有实际上的行动来改变咱台湾人命运。伊是安尼甲台湾人安尼讲。1910年日本人已经统治16党啊啦，16党。咱无平等对待咱台湾人。问题就是讲，咱要安怎去改善，行动要安怎做？所以梁启超伊真大的意义就是讲，对林献堂伊的思想观念。甲伊强调，你要实际上行动，要实际上行动上重要的，你甲伊武力的对抗是无法度的，因为甲今年过了，佫过4年，1915年要大8年事件，汉人也起来甲反抗，原住民反抗佫较慢啊，1930年也有，
反抗武力的反抗，一定是死甲真惨，啊，毋是无就用掠开关，所以一定要用较一个婉转和平的方式，这是梁启超来台湾访问的一个真重要启示。这个人就是林献堂，老这八字胡哈，穿长袍马褂，梁启超一个正中。这其实有一寡名人啦，这个是连横啦、连亚堂啦，这几个大家较熟悉。简单讲，这张相片所代表的意义就是讲，台湾汉人传统世代，因是伫社会上较有名望、较有知识水准的，但是因是受传统这种训练的，也无信息的教育嘛。日本人来了才开始有这种信息的现代化的教育嘛。伊对因这人有这种启示，这是埋下一个台湾10年后成立台湾文化协会的一个原因啦。但迄个时阵，日本时代才会教育啊，就是有不管是咩医学校啊、农学校啊，甚至我有看到迄资料内面有一个人叫做谢文达，听讲伊是一个飞行员。这个飞行员，意思讲哦，敢若咱台湾人出现一个飞行员真样，甚至讲有得到什么款的奖项，咱搁做伙扣钱，替买飞行机，敢真正是有这款的代志啊？谢文达吼。正讲这个人足重要，伊是对这个台湾文化协会会当成立的一个关键人物啦，会使安尼先讲。迄就是伊自细汉就受日本教育，因兜的家庭佫足好的，环境足好，所以伊伫日本学迄个飞行表演。迄个飞行表演，这个飞机是木造的，袂当飞过大海，可是它是可以做很多飞行技术的表演，结果，伊伫1920年的时阵，伫东京得到第1奖。参加的人是全世界的人拢有来参加，法国人、德国人、美国人。伊是一个日本的台湾人。日本的台湾人，伊是台湾人，是日本籍。对，因为迄时阵咱台湾算是迄款入面的状态。会使讲是台湾人得到这个大奖的一个第一个啦。咱来用即摆说法来讲，就是台湾之光这个消息咱台湾人也无啥知，可是你东京留学的这台湾囡仔，都知影这个消息，这个消息就传登来台湾，请伊登来台湾做表演。这是1920年。蒋渭水已经医学院毕业5年啊，伊伫一本伊家己的册内底写，小可敢若伊的自传《5年中的我》。伊感觉讲，我即摆是一个成功的医生，我做生意，赚真侪钱，真互人尊敬。可是我学生时代一种对政治的热情走去倒位？伊有这个苦闷伫个上，看到这个台湾之光登来台湾嚟做表演吼，民心这么样的热烈你来改，伊就想讲咱即摆爱把这个力量凝结起来。所以伊就号召，伊迄阵已经30岁啊，伊就号召讲，咱这个医学校、国语学校、农学校、工学校，咱这个知识分子咱逐人来募款，来替谢文达搁买飞机，互伊搁去日本做比赛，安尼是结果用这个诉求，自然就足成功，就募到足侪钱然后伊就咧想，这个不能浪费。除了买飞机之外，伊转来踮咧第2年，1921年的10月17，就是20年的谢文达的飞行表演的迄天10月17，就该成立台湾文化协会。伊本来要甲叫做台湾青年协会，隔壁想青年的太狭窄。甲叫做台湾文化协会，伊的目的就是要互咱的自信会当提升，咱的文化的素质会当提悬，用这个做号召。所以这个台湾文化协会就踮咧1921年的10月17成立。伊感觉讲，我干那一个医生尔我都爱找一个更较有社会地位、更较有名望，也就是德高望重的人来做总理。伊转去邀请迄个林献堂先生，这个有一个原因，就是进前差不多1年的时阵，林献堂第一遍去东京做迄个议会的请愿，就讲咱台湾都要有一个议会，这个代志嘛，对蒋渭水有一个足大的启发。
所以伊即马就结合讲这个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啊，甲台湾文化协会甲成立起来，啊，下摆这就是变做咱的要去甲日本政府这个统治者，甲争取咱上大的人权的一个武器，好，啊，这就是带动了一个时代的一个觉醒。啊，迄时阵是迄个谢文泰，伊讲做什么款的惊天动地行为，吼，甚至乎当地日本人就是知影讲，哦，其实台湾人伊的诉求是足强的。咱伫迄个请愿的相片顶头吼，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事实哈，咱会使看几张啊相片。你台湾要出发的时阵，足侪人来去送，啊，迄个标语吼，拢袂使举喺手，拢用个上顶头再甲打。大讲打倒暴政，给台湾一个议会，这个标语吼，袂使举喺旗啊。可是你当家这个请愿团翕的上，大人手中拢摕这个旗啊，吼，请给台湾一个议会吧，安尼是。所以这个造势，你当家是足有名的，当年的大代志吼，啊嘛是咱台湾人的大团结。啊，这个谢文达，因为台湾人给他这么大的期望。好，伊过去比赛吼，啊嘛你当家足有名吼，所以等这个千万团去甲当家的时阵，伊用伊的飞机顶头撒下多少传单呢？20万张，用压的对嘿，5种色彩，是哦，啊，迄就是铺天盖地，啊，顶头的话拢足感动，请给台湾一个议会吧。一个专制的政体不可以哈掐住人民的喉咙啦，啥这款的话哈，拢就鼓动人心来那些哈，所以这个很有用啊。相对的，因为谢文达这个作为哈，所以日本政府嘛，把伊看作眼中钉，所以甲伊尾啊，遐飞行的表演事业也无法度继续啊，所以伊的晚年甲尾也是去中国。发展，安尼是吼，这都是咱足侪历史的人物吼，其实因的理想，你某一个契机碰在一起的时候，因就会当做电脑来发挥足大的力量安尼吼。对，安尼既然安尼，这文化协会啊，既然开始就是一寡推动，一寡互咱这民众有家己思考的能力啊，会当请教咧廖老师，伊想要上最主要，伊想要做迄个大目标是什么款的物件？是文化协会伊的成立背景，其实咱来甲。阮两个人讲的话题，甲串联起来，就是讲，他都系讲到蒋渭水啊、谢文达，我讲到林献堂啊、牛客车来台湾的访问啊，这个文化协会成立的主要的推动的催促的力量，其实是少年辈新日本时代伫日本统治下的台湾，受较高等教育的，比如讲，拄啊蒋老师讲的义校校、国语校等等，啊，甲一寡伫日本。有一寡国较机会更较好的，有人赞助，是讲伊家庭背景较好的少年人嘛爱教读册，伫日本受教育，去日本读大学。这两股势力的一种力量的结合啦。啊，蒋渭水是一个真重要的串联的人物嘛。啊，林献堂本身伊两个囡仔拢伫日本咧读册。啊，搁遮侪领导者，伊甲顶一辈拢是共款。啊，因尾后捌成立，这留学日本的台湾少年队。就成立一开始是叫做启发会、生应会，尾啊改做1920年来改名叫做新民会，新民啊，就是要互人民会用叫做靠新思想，这是这两年来自中国古早册嘛。新民会尾啊因就通过决议，就差不多讲到，尾啊争取咱台湾人的人权、自由民主、台湾人的地位、台湾人的对政治有发言的机会，啊，制衡这个日本统治下的这种。无所不在权管理，所以因就发起千万运动，希望成立台湾人议会。啊，蒋渭水就甲伊这力量结合起来。啊，对于1920年代，慢慢啊，每一年拢去请愿。啊，你讲的问题，因的上大的诉求是啥？咱听起来是有政治性的，但是因为你直接讲你是一个政治团体，日本政府一定真正甲你，所以就是以文化为诉求。当然你也看到。一个较宽阔的一个眼光来看，本来政治问题嘛爱对文化提升来杀啦、推杀啦，所以文化协会尾也叫做文化协会，一方面是表面上较降低日本官方的一寡压制力量，
一方面伊就是有确实伊的理想不只是伫政治方面，包括讲简单讲，就是要提升咱台湾人的文化，提高咱台湾人的智慧。伊个过去读册人真少嘛，真侪人拢是唔捌字的，活伫较一个较保守传统的迄种，去往人民无自由，家己有感受，但是嘛唔知要安怎做，等等，智慧无开，也是讲较迷信，较思想较浓厚，男女无平等，各种诉求，拢是伫这提升文化这个前提下。因为我看迄一个戏啊，《知识大场场》内面女主角又讲到讲，我的人生我家己决定。其实若以迄个时代背景吼，其实即句话踮迄个时代，当算是讲足恶逆的话啦，就是讲爸母拢替你做决定，时代替你做决定，你较有家己思想的一部分。既然就是这思想开始启动了后，家己想要做家己的代志，是毋是当请周老师来甲咱分享讲哦，其实踮迄个时代、迄个背景啊，为什么迄个女主角会讲迄款的话？我家己的人生我家己决定哈，这并不是一个口号啦哈，并不是讲台湾文化协会提出这个口号，大人都要按尼来做，这是一个发自内心，因为伊受到什么款的思想的刺激。感觉讲，我的人生我都要家己决定，我啥都要互你家安排，所以这是一个结果，不是一个原因，原因是为倒来，咱台湾文化协会成立以后，伊有一个足大的一个武器啦，就是讲我要哪传达我这个文化都要提升，咱大人都要认真读册，都要智慧爱开，这款的诉求要安怎好？人民会当接受到，因为迄阵仔的人捌字的人偏唔捌字的人较少，唔捌字的人较侪咧。安尼我办报纸，甲全世界上好的即个上新潮的思想，甲你讲，你嘛听无你嘛看无，所以因都爱做迄个读报社文化讲座，迄个做一寡你未晓看报纸不要紧，你买袂起报纸不要紧，我读给你听。所以这知识分子都有更多的责任，伊都要把这个思想消化了，然后传达给更多人。然后怎么做？这都是拄啊咱廖教授讲的，嘴、手、甲骹，咱都要为头壳开始，先思想的启蒙，然后要读要做，然后要实行。所以我感觉台湾文化协会在咱讲在头人啦，在知识分子的领头的这些人，因上了不起的一部分就是讲，因进入组织，譬如说文化协会内底的结构，不是讲阶级啦，也不是像我们现在说的官位的这个分配，而是什么人负责什么款的代志，你都要去规划，还有你还要收会费。唔再会当支持，所以安怎好人民会当愈济愈参详所以这个台湾民报这本就有价值的，因为咱是改复刻，迄个时代民报就是先做这个样子，都是这么高一本，这高哦，这个复刻咱都要感谢宜美的高总经理，安怎来讲？咱知影宜美伫迄个延平北路遐，迄就是古早蒋渭水开大安医院的所在。蒋渭水过身以后，1931年，迄个高总的阿公阿嬷就甲地主甲租这间厝起来，因就开始做饼，做饼做3年趁钱，再甲买起来。所以高总经理因的3代拢知影讲，这个。家是古早蒋渭水做文化协会的所在，所以对这个文化协会这一代的历史，伊足投入的。伊就去考证讲，有一张箱内底一个板车顶头一包一包，迄到底是啥物？原来迄就是台湾民报。伊佫去考证讲，迄张箱是第四期的，迄个民报是倒一期的，然后伊就改迄期的台湾民报改复刻，用现在的印刷。这是足大的工程，所以这是高总经理的一个，咱今嘛得当根据这个台湾民报的内容去研究那一个时代。既然拄只老师有讲到这个想法了后，该有实际行动啊。有实际行动了后呢，一定有冲突。这冲突是什么人伫咧做中人？这慢慢角角呢，咱小休困一下，较早来继续讲。
咱投资者有讲到吼，咱的想法开始拍开民众的脑袋了后，文化协会也开始有真侪实际行动。那既然有想法、有行动了后，避免会发生这个变面的冲突啊，吼，就是政府对这人民一定有一寡不满的行为啊，也这不满的行为一定有真侪偷人会伫中吼，伫咧制接啊，或者代志会当平顺。老师，你能甲咱分享讲，踮迄个时代，因有啥物款的实际行动，啊，有啥物款的冲突，啊，有啥物款的做法无？是简单讲，我是用简单的会当理解的话啦，动手，动嘴，动骹，动手毋是要相拍，动手是讲写文章、办杂志、办报纸，啊，动嘴就是拄仔张老师讲的世界去演讲、文化演讲，啊，这其实吼，伫以前无像即马。网络才发达嘛，所以以前就爱这种世界去台湾世界演讲，这引起的轰动足大，大家甲因当做英雄世界嘅欢迎，佮配合千万运动嘛是共款。啊，演讲的主题足侪项的，足多元的，啊，真侪人，包括老一辈，包括这少年辈，拢是咧用演讲，啊，过来个放电影，啊，动脚嘛，动脚你啊世界行，啊，放电影啊，有人去解说，有一个因成立蔡培会顶成立一个叫做美台团，美丽的台湾的意思啦，一个团体要美丽的台湾，美台团，世界放这纪录片，也是一寡较新式的电影，啊，有人爱去解说电影的内容，啊，演讲就是讲各种主题拢有，这是足重要。啊，你若讲到冲突就是其实日本官方一开始上重要的，就是要压制咱台湾人清完运动。啊，伊就警告台湾人讲，你莫清治运动，你莫安尼唔知影乱讲吼。啊，但是咱台湾人简单讲，唔是去用现行大汉的，因真有气魄啊，所以因就继续在做清完嘛。问题是尾啊日本官方就用伊治理台湾的一寡法律啦，伊就讲恁这是违反法律的，啊，就甲台湾人讲，这领导者大部分的人，包括蒋渭水，包括林有春、蔡慧如、蔡培慧，顶级足侪人掠开关，这叫做这是台湾近代史最有名的政治事件，叫做抵警事件、治警事件。啊，用手就是要写文章、办报纸、办报纸，迄个时阵上出名的就是《民报》嘛。是。那是不是会当请咱蒋老师甲咱分享，就是《民报》内面有一篇最重要的，和电台方提出来讲的，就是蒋渭水先生的临床讲记。对。你台湾文化协会成立无偌久，啊，《民报》出版都有一篇临床讲义，哈，就是讲对台湾的一个诊断书。啊，因为蒋渭水本身是一个医生，伊用医生的角度来看台湾这个病人到底得着什么病，哈。啊，这个临床讲义到今嘛来已经足有名。真侪人拢知影伊内底的内容，哈，啊嘛是足明显的，就是讲，台湾人到底得着什么款的病，就是知识的营养不良症，哈，就是讲你知识无够，啊，要安怎来治疗？伊不但开这个诊断书，佫有开处方，哈，就是你爱安怎来治疗，爱大量的读册，啊，甲办学校。补习学校，就是讲你已经离开这个学龄哈，已经不是读册年岁上，还是可以终身学习。这块呢，就是讲伊的一个观念。所以这个临床讲义内底所讲的代志，并不是以你台湾文化协会成立再来想到。伊一定早就安尼先去想，讲要安怎来改造这个社会，要安怎来提升大人的智慧加知识，哈，所以伊这个临床讲义，到尾也是变做一个足有名的文献，哈。甚至咧，用即卖人来讲，有一个足有名的医生林恒哲医师，哈，台湾的文化医生，伊伫20几年前，伊伫台湾的医学院。带迄个 intern， 迄个就是实习的学生，医学生，因下摆要做医生的，伊拢先叫因讲，你写医学的报告以外，你都要先读临床讲义，你先读这篇，写一个读书心得，啊，甲你家己对你有未来做一个医生的一个期许的社会责任。所以这个文献，咱甲看起来都是一篇文章尔，哈。其实伊的影响力真的是非常的大，100年后，
要搁哩影响。伫这个文字当中有影响。上个重对啊，咱讲会办真侪工作嘛。老师，咱先看这张，伊这是迄个时阵伊的迄个宣传单，对，宣传。这演讲因拢会印这种宣传单，事先去等于用预告讲当什么时间要去伫倒位，地点伫倒，啊要演讲什么主题，什么人要来演讲等等。伊这张为例吼，伊一定写得足清楚的。文化大港宴会通知场所伫乌日停车场，这停车场其实就是火车头的意思，唔是即卖停车场吼。日期当时辩书有啥人？比如讲伊写辩书就是演讲的人。有王明川，伊是足重要的人物。黄洲施志贤，这几个拢是彰化人。拢是足有底线。王明川其实嘛，文化协会早期的一个重要的领导者啦。这就是这种宣传单当时真济。因为演讲当然唔是干那这个所在，这是一个例尔啦。除了这演讲以外，佫爱办这个中心合适的迄个补习班，还是讲学校的这个部分。是这张相片是毋是咱办这下贵学校的迄个相片？伊名义上叫做下贵学校啦，其实唔是真正一间学校，其实是一种类似即卖暑期研习营的概念。暑假利用暑假大家休困，伫雾峰南林界内园，即卖是叫做明大高中，这是林献堂的伊家己的私人的花园。但是这个来源来源真重要，伊包括这个活动是1924年、2025年、26年连续办3年的暑假的。下贵学校，即马53年基金会其实嘛延续迄3届，即马已经搁继续办10外届啊，嘛拢伫共迄个场所伫内园咧办。伊的目的就是，头拄仔讲的，伊就是要透过密集的讲座上课，互大家来智慧来会开，包括讲一寡较新的思想，包括传统的包括迄个连横嘛来讲台湾通史，较新的林茂生来讲西洋的一寡哲学观念西洋的政治观念，足济啦，这就是写其中的一种。是。老师另外看到这张相片叫做武力者大会，这是什么款的大会啊？这国家真趣味的故事。这简单讲就是，他拄仔咧讲要清源运动，反对力量不只是来自日本政府、殖民政府、台湾总督府尔。嘛有一寡甲立场上、甲日本官方较好的，因为着因个人的各种原因嘛，现实上的利益嘛，因着起来反对这个人的运动，咱这个文化协会推设的这个清源运动。所以因以高显荣为首的10几个人伫台北，伫一间饭店，因就开一个会，伫日本官方办的报纸叫做《台湾日日新报》，就发表声明，因自称我是有力者。有力者就是我伫社会上有领导地位，有讲话会较有分量的人来讲，因发一个声明，日本官方替伊背书，讲即马台湾人有一寡人来伫承认要讲对日本统治台湾各种表现无啥满足，讲大爱安那去争取啥，这袂用代表咱多数人的民意。阮是有力者，阮感觉日本统治人，咱爱感恩爱感谢因所以文化协会林献堂真为水这的人真不服，听到真袂爽快，所以就办一个甲伊对抗，因为对方自称叫做有力者，所以我是无力者。但是你讲知，其实这张海报已经写得足清楚的。同一天，台正13年，就是1924年的7月初3，伫台北、台中、台南同步展开，同一个时段，拢是下晡3点。台北伫这个教下地点就是了下在文化这样子。工厅台北市嘛是工厅，台中伫公园边有一个林家专属。我讲台中这场，因为有史料真明确记载，1000多人参加，林献堂做主席。伊就讲到讲，本来这是一个小故事，真趣味啊。有一个重要领导者叫蔡慧茹啦，伊是清水人，慧茹伊名听起来那查囡仔，其实是一个男子汉。蔡慧茹本来嘛要来演讲，这名单有伊啊。对。但是前一天暗时伫台中街仔头坐人力车煞跋倒啦，无法度来。曾伟水就讲到这个故事，讲蔡慧茹先生今仔日本来要来演讲但是前两无细意去跋倒。咱做代志各位同志做代志爱细意
你若去无细意吼，咱去拄着一只狗出来吼，咱就像安尼像慧茹先生跋倒啊啦。啊，伊讲着狗的时阵吼，有人记在场听的人有一个观众啊，伊去写伊的日记，这中央研究院的日记出版啊，家己的日记出版叫做《张烈准、张立俊水族居主人日记》哈，日记简单讲就是讲写到偌生动，伊讲头拄仔讲的，我当下迄就是伊写的，讲刘宪堂讲，大家做代志要细意哦，啊无你也去拄着只狗哦，来甲咱阻挠，咱无细意就跋倒哦。讲着狗的时阵，大家拍扑拍甲足大声。啊，伊家己写日记的这个姓张这个人，伊家己讲，伊咧讲狗其实是咧讽刺。哎，大家知影迄个先生啦，大家就听甲足爽的吼，所以尾也讲派代表去慰问这个蔡慧茹啦，尾也真趣味，蔡慧茹尾也有写一寡诗词，感谢因遮的人来甲慰问，林献堂的弟啦，叫做林佑春，伊是文化协会的叫做协理，就是帮助总理的这个。次要人物了哈，伊甚至伫台湾民报写一个社论，写讲这是谁的善变呢？就是看你这个位置哦，不是这讲的哈，这是谁的善？这是假的，黑狗变来变去呢，伊是咧讽刺讲，因为郭惠龄尾也看讲，哦，声势差济，你自称有力者，你其实是10外人在做决议，无力者哦，敢若台中场就10外人啊，搁有台北场，搁有台南场。啊，所以伊家己片仔望来讲，歹势啦吼，阮之前讲的吼，其实我看因的主张，甲阮的主张差不多啦。安尼我就无搁甲因反对啦吼。林佑春写社论就甲讽刺讲，这是谁的善变呢？讲你是安那去知？你搁捌主张这两字哦？你是去伫张伟水的迄个文化讲座遐去偷大安医院甲偷来用的遐，啊是你伫房间内听恁某咧讲的？啊无你来捌什么叫做主张呢？虽然讲甲真辛辣啦吼，真无客气。但是看会出来，迄个时阵的民心支持者，者是得到真正的民意支持，这是足明显的，这是真趣味的故事啦。这有利者大会甲无利者大会对抗，啊，迄个时阵就是治警事件，当时咧宣判，就是这人去用掠开关，啊，你要甲关是1925年，即只领导者有7个人，包括张伟水。尾也去用判有罪，其实起诉足侪人。OK， 所以老师啊，讲得到这人心嘛，因为表示讲这文化协会的宣传的效果已经出现啦。出现了后，其实上较重要，其实唔哪只就是政治的参与以外，上较重要是家己本身查甫的迄个差别也开始出现咯。女性会当家己做主，会当自由谈恋爱，甚至决定讲家己要嫁予什么款的人，穿什么款的要结婚的这服装，这是一个真特别的议题。但确定啊，做伙来讲。看吴凤林家相片有一个真趣味的所在。一般来讲，拢是查甫人为主嘛，啊，吴凤林家哦，定定拢是查某徛头前。林献堂先生自少年的时阵嘛，伊读足侪这个国外翻译的书籍，啊，所以伊对这个进步的观念有伊的理解啦。伊在换家的时阵吼，对女性就特别的尊重。即摆咱伫个林家花园内底吼，这就是林献堂先生大概散步的时阵一定爱去的所在。1911年的时阵吼，梁启超先生就是住伫遮的二楼，伊受到这个林献堂先生的邀请，啊来台湾讲一寡政治面顶的大事啦。散步的时阵呢，伊就爱招一寡文化协会时代遐的少年人，想讲伊招少年人出来是啥？要甲伊演讲，要甲伊教示哦，毋是安尼吼。招这的少年人是要听因的意见，所以一路咧拢会提出问题，问看即马因对国家大事有啥物特殊的想法。上尾就会行来遮，啊，张木焕先生讲，伊来到遮吼，拢会甲因爸爸的铜像行礼啦，啊，这是伊大概来散步时阵爱做的功课。这位伫咧台湾历史上占有真重要地位的林献堂，到底是一个什么款的人？对台湾又有什么款的影响呢？咱头拄则看到迄个 VCR 内面看到吼，伊迄相片内面女性拢坐伫咧头一排，会当讲是讲吼，迄其实表示讲迄女性的地位是有大大的提升啊。啊，想要请教张老师，你真做一个女性来看迄个时代的女性啊，伊是伫咧传统啊，还佫一个新进步的一款知识当中，伊是夹一中。你认为迄个时代的女性，伊心肝内是啥物款的感受？
我是叫蒋渭水，叫八公。八公，哈，就是我的阿公是蒋渭川，嘿，嘿，因两兄弟啊。可是蒋渭水过身的时阵，差不多过20几年我才出世，哦，所以我的熟识内底是我的阿公甲我的爸爸。我会记得我的阿公甲我的爸爸拢有一句话讲：男女无法度平等，因为你的身躯应该说。生理上的结构，你都是无法度男女平等。可是人格是平等的，人格，所以两性要互相尊重。好，这个代志，离阮的家庭内底，果然都是这样子，拢是安尼先做的啦。好，拢是真平等。你人格顶头，你有啥物意见，拢会使讲出来，互相爱尊重爱。所以你拄啊，咱看讲林献堂因这家族的上内底，女性拢坐喺头前吼，这是你一个家族内底足自然的代志。因为大家拢是互相尊重，可能女性个子都娇小一点，所以因拢坐喺头前一排，无得卡吼。我即摆个倒转来讲，蒋渭水的家族内底的女性是啥物款的吼？会使讲，因为蒋渭水的家族足善，伊本来做医生，佮做生意，会当做甲遮尔成功，会当趁大钱，大人会当过足好的日子。不过伊无安尼先做，迄个大安病院吼，拢变做遮个吼，应该知识分子，大人吼，叫做有一句迄个文献内底有写讲包吃包住的大旅社，吼，伊拢无咧收病人。所以会使讲，所有的收入拢总压入去这个社会运动内底。安尼先，你甲想起来，厝内查某人是不是过了足辛苦的代志？因逐工还是要煮3餐，还是要过日子。个蒋渭水甲蒋渭川两兄弟是大做阵。蒋渭川家己嘛有太太，也有一堆孩子。然后蒋渭水伊个两个老婆。好，然后嘛是有足侪囡仔，所以这个食子浩繁，敢若生活顶头都足困难的。因知影讲厝内这主人哈，男主外女主内，厝内这主人你外口拢咧争取人类的平等啊，这个代志。可是你厝内，因还是在足认份的做查某人应该做的代志。好，所以我这内底来讲这个。两性的一个观念吼，就是讲人格是平等的，可是分工是无平等的。女性可能承担了更较重、更较大的责任，甲更较大的苦楚。搁一点就是讲，蒋渭水因这个文化协会上大的一个主张，就是讲袂使迷信，袂使拜拜。可是你看迄个时代的查某人，因是毋是感觉讲？对这神明啥有一个根深蒂固的一个想法，所以我听阮阿嬷讲，我的阿嬷就是蒋渭川先生的太太，吼，甲我大汉的时候，伊咧讲着讲，会记得蒋渭水过身的时阵，因厝内3个查某人，就是室友，甲阮阿嬷，甲阿弟啊，吼，因3个都感觉足惊吓，因为家里这个支柱吼都过身去啊，毋过因即马甲。拜，总是爱甲拜饭啊，吼，甲拜想讲，佮拢不爱互人拜拜，要安怎？3个查某人安尼足苦恼的，就对啊，吼。伊讲安尼要安怎？可是甲拜，毋知伊食饱未吼？要安怎？因全走去迄个天井，吼，向天吼，安尼讲拜拜。有啦，伊讲食饱，安尼跋杯吼，这样，所以你就会知影讲这个，我听起来想感觉讲，咱会感觉好笑，可是也觉得很心酸。然后迄阵的女人，伊有伊家己的一个道德观跟一些价值观在，可是时代在变，讲咱都要破除迷信，咱都袂使安怎样的想，对伊的心里面有一寡矛盾。不过伊要来安怎踮在内底取得到一个。平衡哈，这块的代志就是讲，对他们来讲是一个我是讲比较困难，因是足努力你做的代志。其实女性意识提升对男性来讲，迄是一种威胁啦。但是迄个时阵是算是一种威胁哦。你像林献堂先生又经过清朝时代、日本时代，到最后一个国民政府，伊的思想观念拢走伫咧上头前。廖老师，你真做一个男性。林献堂本身，我感觉真深刻的一个例啦，就是讲伊本身伫
伊是传统世代，伊比蒋渭水要大10外岁嘛，吼，差不多10岁左右。啊，伊是读传统汉学啊出身的，爱个大地主的家庭。伊是农学家人阿霞，但是伊是一个有良心的阿霞，所以出来领导，蒋渭水请伊出来做领导者哈，名义上的领导者。伊伫男女观念上，他拄仔你咧讲到林家欣上。林成俊副校长，伊是伊的曾孙哈，伊咧讲到因欣赏拢查某伫头前，迄重要的原因就是讲因咧提倡这个观念，伊对伊家己实践做起，甚至伊迄是主要是无可能吧，尾也发起一个叫做一心会，这个组织文化协会了，一心会愈成甚至用演讲，伊欣赏绝对拢查某的做头前，然后查某的伫头前，出色的场合，这代表伊本身对伊要提倡这种新观念。甚至伊本身实际上呢，林献堂是无娶妾啦。你甲伊甲武王林家内面，其他伊即边兄弟啊啦，真济嘛。武王林家大家族，大部分拢足济拢3妻4妾。但林献堂伊本身无妾，伊敢若一个某尔。所以迄个年代查某嘛用受教育啊，读较济嘛，更较悬嘛真济啊。女性家己用决定家己的命运，家己的婚姻，家己的前途。这其实伫文化协会影响下，但是有伊真济真有名的故事，甲真有名的女性。我简单讲一个蔡阿信，一个查某医生，伊听讲是第一个公开演讲的女性。伊尾啊，伊的婚姻，伊原来翁婿叫做田怀英，田怀英甲伊尾啊是2个人离缘啊。田怀英是文化协会的重要的领导者之一。伊到尾啊，其实就是讲简单讲是。蔡一个成就比较悬啦，对伊产生一寡压力总之伊就感觉伊无够传统啦，无够安尼温顺，所以这嘛反映一个真趣味的代志了。虽然因遐个男性思想观念知影爱尊重，但是现实上真正有感受到你讲迄种压力，尾因就离缘啦，离缘了后各自那个，但是这伊有足济2个人都各自尾后无共款的人生啦，故事倒转。我搁讲其他的，就讲有个人就有一个女性的诗人，叫做赵中英，伊甚至离缘的时阵写诗哦，登伫当时的杂志上讲，将离婚有感，我今摆要离缘啊，我公告听大家都知道，公开跟她的前夫当时还没正式离婚，就是她的丈夫原先的丈夫也是个诗人，我讲这种观念啦，这种已经开放啊。有一个文学作家、女作家叫杨千和，伊嘛是伊写足济这种女性意识的作品。叶桃是杨奎的太太，人叫杨奎叫做杨贵嫂啊，叶桃兄，跟2个人颠倒变啦。因为叶桃是一个人可用拿做查某罗马查某，足先进的一个。伊去受真大的真高的教育，2个人拢做阵咧奋斗的。文化协会末期，因拢在做农民运动，就是迄个年代新女性嘛真济啦。但是身躯这个交替的中间，其实嘛足济冲突。像头拄张老师在讲的，我感觉就听起来真生动的，实际上生活层面上，伊传统甲现代中间的一种要安怎去平衡。这是个真济，这嘛足是文学咧描写的主题啦。我做研究台湾文学的人，伊足是小说啦，足是社会运动咧讨论的，拢是咧讲到这性别议题。对，是。所以当然啊，在这个文化协会内面啊，这段时间大家退缩了后，思想大家开始想嘛，这内面的人一定有真济意见袂合，或者是理念袂合的时阵，致使到文化协会后来佫出现一个新。文化协会一个概念，所以代表讲这中有一个长期离开的过程。实战呢，咱确定下，咱继续来讨论。头拄则有讲到这个文化协会到落尾，还佫一个新的文化协会吼，这之间呢是毋是由内部变动，还佫受到这外面的压力，致使这文化协会出现新的一个变动？咱请咱的蒋老师来甲咱分享一下。咱会使安尼讲，一个组织到久啊来吼，还佫加上每一个人有家己的个性伫的，所以就有一寡。看法无共款，想要做无共款的代志安尼，所以咱会使讲这个走上分裂，这是一个
袂当撇免的代志。啊，毋过分裂是好还是歹，无一定拢是歹。我感觉伊嘛有一寡足好的意义伫内底。他拄仔周老师讲到，其实每一个人啊，思想观念啊，还是讲路线，还是讲做法啊，拢有一寡无同款，还有个性的差异等等。所以一开始是文化协会1927年正月开会，就已经看起来就是分裂啦，就是讲一寡较左后现代人讲的讲叫做左派啊，一寡人伊掌握者一寡较少年辈思想较激进的，因去掌握主导权。啊，这后代的历史著作拢叫做新文学啦，新的文化协会。啊，蒋渭水甲林献堂退出了后，蒋渭水创台湾民众党。即马现代嘛，这个名是开借用的哈。啊，这台湾民众党尾啊，但是林献堂本身嘛是本来伫内底。名义上，伊无希望一开始大家就同志奋斗遮久，无一开始卖马上就各行各个路吼。所以形式上因是捌个做阵无偌久，但是尾啊林献堂就个慢慢伊即块苦力啊，甲伊较活的人，因就个另外思想观念真正就是无相共了，创一个叫做台湾自治联盟啦，台湾自治联盟。咱即马拢真济真接听到的讲法，就是讲文化协会分裂了，有左派甲右派。其实有的人感觉讲这种分法是有问题的，因为迄是每一个人想法无同。当然理想性，包括真重要一个文学家，嘛是蒋渭水的好朋友，比较少年几一组的赖和，赖和是真重要的一个文学家，嘛是一个重要的参与者。啊，伊捌写一篇文章叫做《前进，这捌选入高中教科书。伊咧暗示就是讲，两兄弟啊，伫真黑暗的暗时伫行路，啊，本来是个人做阵奋斗，啊，尾啊煞两个人煞行无共款的路。啊，伊是咧期待讲，但是大家卖分裂是较好啦。啊，现实上是这是一种理想。啊，分裂无一定是歹，就是安尼。因为佮加上日本政府以足济动用各种政治力量的压迫。最后的蒋渭水。创民众党过无几年就过身去嘛，啊，第二过身的时候，哦，足轰动的伫台北街头迄个大众葬吼，引起足大的，就是讲大家由衷的对他的一种感谢、尊崇、推崇甲尊敬。啊，林献堂伊家己日游写着讲，伊本来要来，啊，惊人误会啦，因为伊尾啊因两个人路数无相共，啊，但是台中、台南、台东办伊的纪念会啊，啊，演讲足济啊，啊，这个。但是这个左翼的嘛是尾啊去哦，所谓的左翼的吼，嘛是日本政府甲压制去啊。等到催我们都继续几年啊了，尾啊嘛写双日志。但是你也看起来，你也讲文化协会，你也讲咱一句话讲不以成败论英雄啊。你也讲要实际上完成什么目标，你讲好像是都付诸流水，但是看较远咧，其实因的影响。一直到现在拢看会到，迄个看会到，也是讲感受会到，就是讲包括争取人权的观念，女性权利的争取，迷信的打破，啊，当然咱们讲一寡人一寡观念，甲即马也有奋斗的目标啦，包括迷信，这是不是迷信？拜神明等等，这甲即马咧，咱嘛要做一项检讨。啊，女性的地位是不是提升？当然，甲100年前比好真济啊，但是已经真圆满了吗？在我来看嘛，也无遐圆满。所以虽然是进步真济，政治权利哦，这都有影差足济啊。因为即马无人咧甲咱失眠，但是咱台湾建立台湾的共同的意识，这安那伫自由人权之下，安那思想，安那找出咱台湾应该爱行的路。这当然是咱即马嘅纪念文化协会，爱搁好好思考，也是讲会用大家来做阵讨论。不管是周老师讲的，不管是我即马讲的，其实咱的共同的理想就是讲，要安尼甲这个真丰富、真精彩过去的这段啊，互咱现代人搁达到的启示，透过文学教育、艺术教育、美术教育、音乐教育来，互咱台湾下一代少年辈，搁继续甲这种精神去理解、去认识，搁甲传落去。为咱台湾共同的，咱家己的前途，咱家己的命运，咱家己决定，咱家己做阵奋斗，这是上大的目标啦。是。对。也亲像蒋渭水先生进前也发出讲，这同胞需团结，团结是真有力。这句话若用伫咱即马台湾，咱也是爱做伙来团结。唔那是一个台湾人，也是一个世界人。伫咧100年前的这个文化协会有伫咧呼吁，咱100年后的咱依然是爱继续来向前行。
虽然讲吼，咱这进步的速度有较慢，不过有这个心，一定会成功。今日也感谢这两位老师来到咱的节目现场，非常感谢两位老师。100年前的台湾文化协会脚步真大花，互查甫会当平悬平大。咱即摆的台湾人，只要咱的心头掠好定，心中有意识，咱就向世界拼，世界拼出咱台湾的好名声。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这是台湾款，我是嘉豪，咱后礼拜同一时间再相会。谢谢，你比较厉害，你电的每个电团。